直到1995年拍《烈火戰車》，錢嘉樂先至真正開竅。戲入面，劉德華同梁詠琪喺前面做感人嘅文戲。咁我哋幾個車友喺後邊咧就八八卦卦聽。我做咗呢啲戲。拍完之後，導演爾冬升入佢埋嚟。嘉樂，講嚟先，你睇一睇 Playback。喂，你平時聽朋友講嘢係點㗎？你其實係咁樣得㗎咯喎。就係呢一句，一嘢打醒咗錢嘉樂。係喎，咩嘅為之演戲？演戲都好多種㗎喎。你將動作片嗰度擺喺一度文戲片度。佢最後放低咗武師嗰套誇張防禦機制，將自己最自然嘅一面放落去呢個角色度。我哋演呢啲戲都得啊！喂，嗰場噴血，哇，冇得頂啊！結果一舉奪得第一屆香港電影金紫荊最佳男配角，仲強勢入圍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。細佬，我等咗幾廿年都攞唔到，你咁行過想攞佢，過火啲啩？行當哥哥知多宵夜我哥哥。第1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。就喺錢嘉樂以為喺幕前可以站得住腳嘅時候，洪金寶大哥已經離開咗嘉禾電影，冇咗大哥大照住，一個滿身傷痕嘅武師仔，仲可以去邊？偏偏呢個時候，命運安排咗錢嘉樂遇上咗人生另一個重量級貴人。錢嘉樂，靚仔。